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即马收听的 Podcast 叫做《真心罔开讲》，我是柯医师，这是一个用台语甲大家介绍精神科医学知识的一个 Podcast。今仔日即回，大家可能会发现讲，即个标题的数字较特别。今仔日我拍算来解说一下，为虾米我想要来做即种 Podcast 的原因。我 Podcast 即马拄开始无偌久啦吼，坦白讲，开始做才发现讲，困难的所在诚济吼，免讲要逐礼拜准时上节目吼，嘛是诚挑战的一件代志。即阵仔我放送互我一寡朋友试听的时阵，因就有人甲我问讲，为虾米想要来做即个节目啊？吼。所以我想讲，这嘛是一个好机会，让互大家了解讲，为虾米我感觉爱用台语来讲即个精神医学的即个知识，希望大家会当对即个节目较了解，也希望讲有更较侪专业人员会当伫即个做工课的时阵尽量来讲台语，也是讲用台语来说明，也是来表达家己的专业的意见。其实我想要做即种用台语来讲专业知识的即个 Podcast 已经嘛是可能3冬前就有即个想法啦。对，因为我即支麦克我3冬前就买好啊。毋过拖拖刷刷拖较紧安尼。一开始就是讲，伫迄个疫情的时间嘛迄阵，就是3、4冬前迄阵。大家拢关伫厝里的时阵开始即个 Podcast 即个物件就变做诚流行因为足侪人有较侪时间，会使来创即个家己的即个媒体，所以迄阵嘛听着诚侪大家用台语咧创作的即个 Podcast 节目，嘛有一寡是朋友咧讲一寡专业的知识，迄阵就咧想讲，其实咱精神科、精神医学即个。算讲心理卫生的部分，嘛足需要即款的内容，而且是用台语来讲互咱台湾人听。对即件代志的产生兴趣，就是嘛可能为我的即个家己的经验来讲起啦，我是伫即个民进党创党迄年出世的，我伫嘉义的市区大汉，阮兜。即个爸母拢是讲台湾话，毋过当然就是伫厝里，可能迄个毋是全部啦，一寡事啊，是一寡代志会用即个中国话来讲，可能会当讲差不多一半一半。毋过到学校咧读册的时阵，大部分就是老师咧上课，大部分拢是讲中国话嘛，我迄个时代。是无咧挂交牌啊，毋过迄个写离谱仔的后壁，嘛是有写讲，我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就是即种教育大汉的。所以咧成长的过程是台语中国话嘛拢会晓。我感觉我家己的台语伫家族内底算讲是较无好的，而且我讲话佫小可要臭奶呆迄种，所以即个有定定有时讲台语。会互人感觉听无我咧讲啥。国中、高中嘛是拢伫家己，咱伫家己即个嘛是共款上课，主要即个学校咧用的就是中国话嘛可能同学之间私底下小可讲一寡台语。到大学的时阵就较无共，我大学是伫台南读册，咱同学拢是为台湾无共所在来。所以就会发现讲，我的台语阁算会使啦因为伫台南即个生活，也是讲伫病院咧实习的时阵，其实拢加减需要用到台语的能力。尤其是咱咧实习训练的时阵，你定定需要用台语去甲一寡指导人沟通。后来我毕业了，嘛是留伫咱台南的病院咧做即个住院的医师。咱精神科是。第2年的住院医师就开始有家己的门诊，咱这训练的过程就开足侪时间咧，训练讲安怎甲患者
做评估啊，吼，就是咱前几回有讲着要做诊断，吼，嘛爱甲患者博感情，啊，劝伊好好啊接受治疗，或是讲即个患者对即摆现代医学精神科会当帮咱到啥物程度无啥了解，爱讲互清楚。吼啊，因为咱即个现代医学诶即个训练诶系统，就是咱伫病院，毋管你是倒一科啦吼，即个主要咧训练诶系统拢是英语甲中国话，吼，就是讲一寡是外国诶内容，啊，通常拢是英语嘛吼，因为即个论文啥物大部分嘛是英文来，啊，翻译做中国话，吼，啊，咱就是用即个中华民国诶教育体系下学着即个中国话能力，吼，来学遮个物件。毋过咱伫南部定定会拄着患者是伊诶生活环境，吼，就是拢讲台语尔，啊是讲伊本地着年岁较济，可能甚至中国话一句话拢听无啥有。吼啊，因即个时阵来到病院，你要甲好好解说一个，迄甲伊诶生活差真远诶即个概念，吼，你着一定爱想办法甲你学着诶迄个用中国话讲诶物件翻做台湾话。啊，即个时阵我就发现讲有诚济困难啦，吼，有足济话会当靠咱诶直觉，吼，甚至有时仔就是迄个字本来是中国话，啊，你着自然想办法甲翻做台语。啊，毋过即个时阵就会诚济话迄个意思会走精去，啊，甚至讲其实我无啥了解迄个字要安怎读，啊，所以讲了是对还是毋对，有时仔嘛家己嘛无确定，啊，患者知也毋知，我嘛无讲介确定安尼。啊，咱精神科佫足重视讲甲患者之间诶沟通啊，顶解讲诶治疗关系，吼，所以若是一寡字讲了较无确定诶时阵，即个患者拢会发现啦。啊，另外一个部分是甲患者，咱顶解我最后讲着讲用台语来沟通，发现讲即个治疗关系真正会较顺，吼，而且咧家己咧带学生诶时阵较明显，吼，因为有一寡学生就是讲，若是较少年啊，台语较袂晓练转，会拄着一寡患者，你若用中国话甲伊解说代志，伊自头到尾态度拢无啥好势。啊，若话台语讲了较顺诶，即个医生去甲解说，啊，伊态度着加配合诚济，吼，就算伊其实听无你咧讲啥，但是伊态度就是无共。我想咧做工一道工课诶人，若是好好观察，应该拢会发现共款诶即种现象。就是讲伫即个专业诶场合，吼，要安怎甲台语讲较好势，有迄种台湾人诶开口，迄是一个诚重要嘛诚有挑战诶代志。我差不多伫2019，就是5、6年前遐，开始较济，诚济人咧关心即个台语，即个敢会翘起吼，啊，足济愈来愈济网络诶资源出现，啊，我较了解即个白话字，咱台湾字，吼，咧学了啊，则我着讲去查一寡即个线顶诶资源。我想有诚济朋友佫无啥了解咱台湾话即个有文字诶系统，吼，啊，我一开始伫网络家己咧学嘛是学甲即个迷迷惘惘吼。一开始我佫分袂清楚咱迄个传统诶白话字，吼，啊，甲迄种公司台语台啊，还是搁互我课本咧写迄种汉字甲迄种闽南罗马拼音，吼，迄到底差伫倒位？我想若有朋友若拄开始要学台文嘛，一定拢感觉雾煞煞。我伫遮就我诶理解顺续简单来解说一下吼。我伫 Podcast 伫迄个写诶介绍，我原则上拢是写白话字，啊，我伫面册写一个汉罗兰诶即种版本，吼，就是讲若有人想要看较侪汉字，会当去看。啊，即个当然即个字是后来才有诶嘛，一开始是话，吼，就是讲咱一开始逐个拢是讲话，啊是为着要记录咱讲啥物话，才有发明文字。啊，咱即摆咧用诶白话字系统是1865年为即个英国诶长老教会传入来台湾。白话字是款罗马字，就是用一寡英语诶迄种字母加上调号，
所以会晓讲台语诶人咧学即个白话字是足方便。伫迄当时嘛毋是干若教会内底咧使用尔，像讲白话字有摕来印报纸，嘛有人摕来写小说，甚至讲嘛有咱医学诶册是完全拢用白话字来写诶。当然迄当阵嘛有汉字诶系统，像讲一寡歌仔册，也是讲迄个小说啊，一寡文学诶杂志啊，因想要写台文，写表示台语诶时阵，因就是用一寡汉字。汉字有一个问题是讲，这看诶人无法度讲一定知影迄个字要安怎念，而且即个汉字嘛无一个统一诶标准啊，所以逐个就是用较活音，甲迄个字记录起来。所以咧记录即个台语诶文字，就是讲台语诶文字系统，伫日本时代进前就伫台湾有出现啦。日本人来其实嘛无禁止咱台湾人讲台语、写台文。日本人来就是讲因有做足侪足现代调查嘛，因就发现讲迄阵伫台湾本岛即个讲诶即个话，虽然是为福建迄边来诶，毋过伫台湾已经是一个通用语诶即个地位，所以就甲即个话，叫做台湾话。日本人嘛做足侪即种台湾话诶词典。内底可能就会用卡那，就是因遐日本诶话来标音讲台湾话要安怎读。经过二战了后，即个日本人离开即个中国国民党来台湾，因就是吹杀即个国语运动，所以伊原则上就是禁止咱台湾人使用台语啦，像可能40岁以上诶人，佫有拄过讲，你伫学校爱挂狗牌啊，也是讲伊。甲咱之前讲诶一寡罗马尼写诶出版品啊、圣经啊，拢抄抄去，是种歌仔册甲抄抄去安尼，就是无爱互台湾人用台湾话写台湾字，造成讲咱即end诶台湾人诚侪人拢毋知影，其实台湾诶台语有文字系统。印当是因为即个罗马尼受到较严诶禁止，所以一寡海外诶台湾人发行诶即种台语文诶出版品。拢用汉罗兰写诶方式，像讲1970年代诶即个台湾语文月报，1990年代诶即个台文通识，就是内底就会有汉字甲罗马字连做伙写。中华民国改严以后，即个台语文诶即个书写，即个使用算讲较无禁止。其实伫1990年代应该是一个算讲。较有发展诶时代，毋过迄阵诶系统嘛是介乱除了之前讲诶传统诶白话字，甲有汉字，佫有学者是用 TLPA 即个系统，嘛是有通用拼音即个系统，总之就有足侪无共诶系统。到后壁上台，即个中华民国政府诶教育部真正爱来即个杀即个母语诶教育诶时阵，就有一个问题，因为系统伤济啊。你要用啥物对一个方法来做一个标准诶系统？听讲就是足侪无共派诶学者开会了后，大家决定用即马咱大家伫公司台语台看到，还是讲即个国校仔课本内底用诶即款诶，叫做台湾闽南语罗马字拼音方案。这是教育部伫2006年公布诶。伊基本上诶字路甲白话字诚像啦，坦白讲，伊就是甲白话字摕来改做较歹读歹看小可煞甲你讲这是拼音，毋是字，搁爱加上即个教育部推荐诶汉字，来使用。目前官方拢是用即套，包括讲公司台语台、教育部，也是你要甲文化部领补助，伊可能拢会要求讲。你爱用即套，因叫做闽南语诶拼音，这袂输因放一支罗列出来，叫你一直爱挂即支放诶罗列，袂当挂你支正港诶罗列。所以我一开始咧学即个台语诶文字系统嘛，真正是互因母甲即个母啥啥后来较了解，像讲头前讲诶，这拢是即几当慢慢了解有即寡历史诶因素也是建议大家若是要学台语诶文字主要来用即个白话字就会使啊。这白话字你拄学会晓迄个时阵你若是平常时厝内就是咧讲台语诶人，
毋过进前拢无过台文。你拄学起来即个白话字，开始用这写字即摆嘛有足侪输入法，你会当直接伫手机面顶，还是电脑面顶，就会使直接写台文，非常诶方便。咱若拄开始咧写诶时阵，毋管你是伫面册面顶写一个文章分享你诶心情还是讲用台文甲朋友开讲，迄拄开始诶时阵真正有一个足感动诶感觉，会感觉讲我总算会使用我母语诶文字，来甲人开讲，来写家己诶想要写诶代志安尼。我到即个阶段，就是可能嘛是2冬前、1冬前诶代志，慢慢较有熟悉，大家伫网络顶悬用台语文来沟通诶即个朋友，嘛发现讲即个真正写台文、使用台文诶即个社群内底其实大家想法嘛，真趣味拢无啥共款安尼。像讲有诶人就是像我安尼拢是一定用白话字可能有诶人用汉字，汉字阁有人是无要用即摆现代教育部也是讲大家较定看着迄种汉字，有诶人是用在来字，或者是较古早歌册内底写诶汉字迄款。嘛有人是就是一定用教育部迄套，也是讲伊全部拢拍汉字，伊诶写诶台文内底完全袂出现一个罗马字安尼。其实是大家对即件代志诶看法拢无啥相像这是一件真趣味诶代志。毋过会晓写台文诶人，通常就是对即个议题就是讲即个母语台语到底会翘起即件代志应该是较关心。有人会讲，即几冬即个台语诶出版品愈来愈济台语诶节目愈来愈济，台语诶即种流行诶歌曲愈出愈济，愈来愈多元安尼袂输讲咱台语要出头天毋过我个人是无遐尼乐观大家若有关心即个议题，会当去找看觅即个台湾歹势中华民国政府伊因为2019年有通过一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所以你伫网络就会当去找着国家语言发展报告。这报告内底有写着一个足明确诶现象，就是年岁济诶人就是会当讲台语诶比例较悬，愈少年迄个比例就降愈低。伊11岁至19岁迄个区间，敢若3-4成诶人会当听台语、讲台语。而且迄个问卷是互你一个问题，互你家己去选，伊无真正去验讲你台语诶能力安怎，所以是你家己感觉会使就会使所以实际上大家能力是比面顶写搁较歹安尼。报告内底嘛有写着一个足重要会造成即个的原因，就是讲咱讲台语诶台湾人平常时甲时代、甲朋友讲台湾话，毋过到甲时势讲话，若是去做工课诶场合，就是平常时咧上班诶时阵，伊可能就是换做国语。伫即款环境内底，咱使用台语诶机会甲场合就愈来愈少。比做讲咱足侪话，你想要用台语讲，你可能嘛讲无介好势，你无法度，你只好改用中国话讲安尼。即款现象嘛毋是少年人才有我家己本身嘛拄着即款诶困难，像咱即个精神医学，也是讲别款诶学术诶问题嘛好，足侪专有诶名词，若平常时无用台语甲讲过，无思考讲要安怎用台语讲较好势，就足自然的互中国话诱去。嘛无怪讲足侪患者，伊虽然会晓讲台语，毋过伊来看病诶时阵，就自然切做国语，要甲你讲国语安尼。嘛有诚大部分诶人，咱咧思考诶时阵，就自然是拢用中国话因为真正即个细汉伤认真中国话学了伤好比做讲要用母语来思考诶时阵，颠倒摕去。比做讲有一寡在来台语诶讲法，因若是咱伤过惯是用中国话去思考，会变做讲咱讲诶台语会自然互中国话诱去。这是一个我感觉诚普遍诶现象，家己咧学台语，定定会拄着即款问题。另外是讲，即可能咱讲10冬来好阁有另外一个也是诚趣味诶现象，是讲即个因为咱知影讲即个对面阁有一个
较大伫中国嘛吼，所以即个文化影响的关系吼，即摆足侪少年人，伊有时是讲中国话，毋过伊是讲诶迄个意思是为另外迄个中国来，所以像我2当前听即歹势讲着一个中语啊，就是迄个患者甲我讲，伊听着人讲伊安怎，伊着真正走心啊。吼，我迄工真正戆去，我毋知影伊咧讲啥呢。吼，所以即摆就是愈来愈侪即款诶事受着即个另外一个中国影响。吼，所以咱若一直保持用中国话来思考，咱家己诶文化会一直受着别人诶影响，着无迄个文化诶主体性啊。虽讲是安尼，毋过伫即个中华民国诶社会，你用中国话真正是比用台语可能方便较济。吼，像讲你若要写一个文章，嘛是用中国话写，可能较济人会甲你看。这就会造成嘛一寡较趣味诶现象，像讲你会看到一寡伊咧做台文诶作品，啊是讲咧写册，啊是讲咧杀即个台文相关诶活动，啊毋过伊迄个发文吼拢是用中国话写，表示讲代志真正无遐尔简单啊。吼，要甲台语救转来，要保持一个台语会当摕来生活、摕来学习诶即个环境吼，其实是诚困难，爱诚骨力才做会到。像即摆有袂少诶即个家庭吼，即爸爸妈妈特别骨力吼，读囡仔诶第一个语言、第二个母语，着像咱诶时代因共款，因着是学台语尔。吼，啊先学台语，可能到去读书啊不得已，才会去学着中国话。要保持安尼母语诶家庭，啊做一个全台语诶生活，互咱诶囡仔出世大汉，伊诶头脑内底着干若台语诶系统，无中国诶系统，这是非常无简单诶一件代志。坦白讲，因为即个环境无介好势啦，资源无够济，我想即个诶囡仔咧大汉以后啊，因咧要学一寡新诶物件吼，可能嘛难免不得已需要我靠别诶语言。所以是为着遮个囡仔嘛好，吼，为着因未来可能需要学习，还是讲即摆嘛是有诚侪时代朋友平常生活着干若咧讲台语尔。像我有听过一寡用全台语咧生活诶朋友，因若听 Podcast 讲听着有中国话伫内底，会袂输讲互车弄着迄种感觉。啊，我个人阁无像因遐敖，我阁无法度讲干若用台语来过生活。吼，毋过我嘛是足希望讲会当有较济用台语，吼啊有品质较好诶即种媒体，互咱毋免靠别语言，就会当学着新诶代志。啊，而且台语本地就会使摕来讨论世界上全部诶代志，包括讲学术诶问题，吼，所以精神科诶部分，精神医学啊、心理卫生，是我个人希望讲咱台湾人会当较了解诶知识。安尼话阁讲转来，咱精神医学诶即个专有名词诶部分吼，就是讲为着要较正确诶，甲大家传达精神医学诶概念，即个正确诶名词是非常诶重要。吼，啊毋过就是因为精神医学，咱讲伊咧发展诶时间，吼，其实比一般诶科诶医学阁较晚小可。吼，所以伫日本时代诶一寡医学册内底有写着即个神经精神诶部分，算讲相对较少，吼，所以足侪名词是伫战后才有一寡学术诶讨论诶。吼，啊，迄阵咱台湾诶社会就已经互国民政府禁止使用台语啦，吼。嘛有一寡先辈是受着即个白色恐怖诶影响，吼，像即个台精神科诶第一任诶主任林宗义教授。伊是228事件受害者林木生教授诶囡仔，所以伫白色恐怖诶即个时期，嘛是受到即个打压，啊后来伊着选择离开台湾。伫即款时代背景之下，即个精神医学诶专有名词其实罕得找着用台语来直接翻译诶版本。目前伫我知影诶范围以内，可能就是高雄医学院。歌医师团队吼，因有做一寡迄种教案，吼，咧讲一寡精神科诶即个门诊啊，或是遐个名词是安怎？吼，啊，毋过迄嘛毋是全部，啊嘛毋是讲全部诶精神科医师拢知影，啊，所以
在我诶印象就是大家有时仔拄着一寡专有名词，你要用台语讲，毋过台语再来无迄个词，还是你想无要安怎讲诶时阵，咱就可能删掉，可能换一个方式，还是讲就直接用国语甲讲过安尼。我个人认为，甲遮个专有名词尽量翻译做台语是诚必要诶一件代志。因为大家有共通诶即个标准诶名词，才会当好好来沟通啦。所以大家会伫我诶 Podcast 听到一寡，可能你即种台语你无听过有人安尼讲过，迄就是我家己斗诶。歹势，因为我嘛毋是啥物语言学诶专家啦，我就是靠我家己诶经验来甲一寡词翻译。我嘛毋敢讲我翻译一定对，原则上就是对迄个词诶原文直接去甲翻译做台语。当然会去参考种即个中国语是安怎讲诶，俚语是安怎讲诶。重点是迄个词诶本身，希望会当合咱台语本来诶理路。我嘛毋敢讲我翻译诶一定是上好，一定对，逐个拢会同意诶。所以若是即有台语搁较好，也是讲即个较专业诶先进啊，还是即个咱诶东创啊，还是种共图诶，即个咧做精神卫生相关诶工课诶，即个台湾人，若是讲对即件代志有兴趣啊，嘛会当来提供咱一寡意见。伫我节目诶说明有留即个电子批诶即个批筒诶位置，我嘛有设一个面册诶即个 fan page，逐即个下骹，大家若有兴趣会当去甲我斗留话一下。因为目前来讲，我真正是一个 Podcast 诶菜鸟啊，即个录音诶速度啊，即个节奏啊，佫无讲了介准，而且平常时可能嘛台语讲了无够济，小可卡会卡袂练得安尼，着麻烦大家甲我斗忍耐，若重点有啥物意见还是建议，拢足欢迎，欢迎互我了解。即阵仔看起来是较困难，毋过未来是希望讲会当尽量固定一个时间来互新诶节目上线。以上就是本回我对台语诶即个现状，甲有讲为虾米要来做即个 Podcast 诶即个解说。非常感谢大家诶收听。即摆天气变足寒诶，大家爱穿较小热诶，祝大家平安健康，再会。